呢邊掉入去，無心插柳，保連奴一個倒勾射球，笠死呢邊葉家宇，幫大埔反超前2-1。咁啊呢個波心口一控啦，我諗佢都係想找埋去睇下搏一搏，點知就真係搏到個入波翻嚟。大埔繼續攻勢嚟啦，顏卓彬回後，宋雲毅嘅世界波，左路後防球員年青球員夠膽起腳，呢個波真係你見到堅 Sir 都揞晒頭啊！但係又係佢馬卡雷納追落底線，顏卓彬回後有個一控，再一個趟射，死晒角呢個波。呢個角度可以睇到啦，葉家宇已經飛到盡㗎啦。宋雲毅幫大埔領先到4-1。咁啊，兩球中柱，一球中未，但係馬卡雷納話未夠喉啊，揼落嚟自己頂前，望住你，得住你個位，等個波漏再射。不過葉家宇都叫出嚟封到少少，但係個波都係入網。大埔贏流浪6-1，咁啊見到賽後都特別剪咗，即係講緊我撐本地波特別剪咗宋宏毅嗰條世界波嘅片啦，係咪？咁宋宏毅咧其實就喺上季開始，我慢慢見到佢開始都有啲唔同。今季咧就更加見到，咦落親場都幾好嘅喎，宋宏毅啊。其實有幾個 U23 嘅球員咧，香港 U23 嘅球員咧，佢捱過咗香港 U23 嗰段之後，然之後轉會咗去唔同嘅本地球會，其實係有一種向上發展嘅趨勢。你見到佢成長緊，即係都向一個好嘅方向走嘅。宋宏毅係一個啦，陳潤彤啦，嚴啟卓啦，李樂謙啦，梁偉峰啦，呢一啲咧其實都係過往喺後生啲嘅時候，香港 U23 咧，真係叫做受盡叫做磨練啊！即係俾對方撳住喺地下摩擦嘅球員嚟嘅，其實都真係咁。但係經過咗年月嘅洗禮之後，我覺得係成長咗幾多。咁宋宏毅其實呢場波裏邊呢個入波力都係印證咗一個幾大嘅進步啦。對於佢嚟講都幾咁起腳，而且控制個波都控制得幾好，射得好靚。咁呢個要俾好多掌聲宋宏毅嘅。